好了。好了啊，来，咱月相盈亏哦，咱知影讲初一15爱食菜，吼。老呀，初一15食菜啊，吼，有人食初一15的啦，吼。啊，来初一15的月亮15满月，啊，初一新月，是安怎月相会盈亏？因为。你知影嘛？月亮风是圆的嘛？它因为这3个相对位置的不同，所以你看到的月亮自己不会发光，在里面，它是反射太阳光，所以你看到它哪一部分亮的？咱第2只，加算太阳伫只，月亮伫只的时阵，哦，太阳照着你半边。你拄仔看到暗的一半片，所以迄个初新月。啊，若到这边，光的一半片，拄好你看到一半，看到暗的一半，所以这个上弦月。上弦。到这的时阵，下弦。光的一边全部拢看到。对。这个满月。啊，到这的时阵。你看到另外一半边，这个下弦月，也许差不多22、23遐，这种算阴历吼，你看月亮爱算阴历，而且实时的差不多30天29至30天啊，29点多啦，啊29点多，安尼知影吼？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吼，上弦月甲下弦月上歹分，啊你若看到一粒也是弯弯，你就知影讲迄初一甲15啊。啊，问题是你看到一半的时阵，你要怎分辨这是上弦月啊下弦月？来，我问你，上弦甲下弦这两个字，这个词是啥物意思？像那你叫伊上弦，啥物叫伊下弦？你也不知？这个上弦比较强。来，我来讲吼，伊的定义，伊想那叫这个名，月亮甲日头相共，拢是东边。天起来西边热了，所谓上弦甲下弦是伊落落的时阵哦，要落山哦，毋是升起来哦，伊西边要落山的时阵，伊迄半粒有2种方式，这是毋是光，这是毋是弦？那弓箭的弓吼，弯的叫弓吼，直的这是弦。所以为什么叫上弦？就是伊这个平的所在伫上面，这叫上弦。伊若落来的时阵吼，你袂当看星体，看星体我倒边，那伫下骹，这叫下弦月。所以安尼你就会晓分啊，上弦月是光对是平。这上弦月嘛，它亮哪一边？地球是自西向东转，对不？所以上弦月亮哪一边？西半边嘛，对不？你看这个图，上弦月是亮西半边，啊到下弦月，立马这角来，伊先往自西向东转哦。所以到下弦月的时阵，伊光呢变对边，东边对无？所以下弦月的时阵，伊变做东边迄半边是光的，安尼会晓分袂？来个一种方式，你讲我来去遐我无迄个指南针啊，我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我顶下看到天顶看了袂明，我要安怎知以上弦月啊下弦月？来到一步，看时间。来，你看这个上弦月哦，1点时升起。月亮刚是走太阳，安尼拢是晚上6点升起，白天6点下去。无嘛？你是看到月亮无？有啊，经常看到啊，但是绝对不是满月。想到你看这满月哦，
所以它升起的时候，你人多一家可以，太阳落下，满月正好升起。太阳在你背面，半夜12点的时候，满月正好在你头顶。你到这一阵，太阳升起，满月落下，所以只有满月跟太阳是正好相对。但是你看上弦月，上弦月什么时候升起？上弦月升起，从东边升起，而且你人拄啊起来，你人伫遮的时阵，日头离你的头壳顶，迄是什么时阵？正中午哦，正中午的时候上弦月就从东边升起了哦。上面有离你的头壳顶，日头落山6点的时阵，6点时落落去。坐到遮的时阵，伊伫西边落落的，迄阵点是半暝12点，半暝12点的时阵上弦月就落山。换一句话讲，你也知影时间，你伫半暝12点进前看到的半粒的月亮，就是上弦月。来，你来看下弦月，下弦月点时出来。拄啊，伫你伫遮，下弦月为东边升起来，就是半暝12点时阵，下弦月为东边起来。啥物日日头壳顶？你人伫遮时阵，日头壳顶，迄阵日头拄啊出来，所以日头出来，早时6点的时阵，你的迄个下弦月拄啊伫你的头壳顶，点时落山。你人到遮的时阵，伊落山，中昼12点，两个拄啊互补。就是讲你伫下半暝，12半暝啊12点以后看到的半粒的月亮，就是下弦月。安尼知影无？你一种会当为东边甲西边区分，一种会当用时间来区分。譬如啊无这半粒的你无像圆的，你一定知道是满月。好，这个当然遮就是慢慢啊为新月安尼出来，所以伊必然是为迄个到迄个西边，所以就为西边一弯眉月越来越大，然后变一半，然后这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最后变满月。伊个即摆到遮的时阵，伊是西边遐个慢慢啊暗，我是光西面，即西面遐慢慢暗去，到遐剩半粒，搁愈来愈弯，就剩东边的一弯眉毛，来个无一样。好，这个月相银辉哈。来，咱来第二个，日食，咱讲到时日天这个依照日食的时阵，哪是安怎？太阳不见了，太阳不见了。你会记住太阳不见了，是白天不见了，你莫天黑了跟我说日食了你嘛莫找伊的时阵甲我讲月食了月食一定发生伫咧满月，就是应该归粒的时阵伊无伊啊。日食的时阵，日头应该归粒的时阵，你也莫阴天的时阵讲日食啊，那是云遮住，不是被月亮遮住。日食就是太阳一有月亮遮住。你讲但是到遮就爱日食啊，因为到遮太阳的遮住啊。问题是咱月球运行的轨道地球公转的轨道，月球公转轨道地球公转轨道差5度，这个真差5度，互伊会当闪开一点闪开一点就无对一条线，就查袂着啦。所以，无你若讲无差这5度，你若完全重合两个公转轨道面完全重合，无差0度的时候你拄啊逐个月拢看到日食甲月食。阴历每个月初1就会日食，15就会月食，但是因为差这5度闪开所以咱伊会射足侪连了后，拄啊一头安尼拄着对一条线。
所以你爱足久啊看到日食甲月食，就是因为安尼差这5度。所以日食一定发生伫咧初一，个月亮伫咧中，啊，拄连一条线去炸掉。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吼，你咧看，当然你袂当直接看日头啦，连日食的时阵你看迄目睭拢会太阳咧伤强啊，啊你连你挂墨镜你个无法度直接看，所以以前要看日食。你爱用啥？即摆无爱，以前阮有迄笔片吼，笔片曝光过了后吼，有头前迄段拢乌的，迄段拢乌的，你会当杀起来。啊，但是伊的光线会过，吼，伊会过足侪光线，啊，搁互你看有，吼。你若看，啊，但是你夕阳就无要紧啊。你看夕阳吼。你个太阳甲月亮，你感觉谁较大？啊，看起来啦，看起来，你当然知影太阳较大啊。我只讲，咱为地球顶看起来，太阳跟月亮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大？我的比较大。太阳。哎，好像很难回答哈。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回答？因为我的比较大。因为差不多。这是一个天文巧合哦。巧合。今天太阳那离月亮跟我们一样近，太阳的面积看起来是月亮的400倍大，但是拄啊好太阳被拉到400倍远。太阳到太阳光到地球是500秒8分钟。好，我刚去做一个心理测验哦，做啥？伊的心理测验有智商测验，有常识测验。就问我，伊常识测验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光从太阳到地球要多久？我随甲讲500秒8分多钟。你听下我这。因为我感觉这不算常识啊吼，这有一点仔难度啊吼。我就感觉足奇怪，因为这条大部分人拢答袂出来。好，煞来个问我讲，24个节气里面哈，你说出3个。然后我就跟他说，立春、月节的什么地名地理，就看到3天你都小姐那里都是小大。你打算避免安在？我叫你说3个，你把24个说出来干什么？这个人已有那个偏执狂，雅斯伯格症状。好人你跪在那同啊，你袂无代记者啊。神经病。我呀，我来你问那个我正好是教地科的哦。所以用400倍远哦，所以看起来变大，但是你要知影吼，咱的公转轨道拢是椭圆，椭圆意思又有时啊近，有时啊远。所以这造成讲吼，咱下日到中的时阵，有当时会甲日头全部压起来，有当时啊无够，就是伊拄啊较远，日头较近的时阵，伊压着变做讲，伊日中日头剩外口一个，所以这叫做啥？日环食。日环食个刷较所在，地球的某一个所在，佮看到日偏食。但是若某一个时阵，月亮较近，日头较远的时阵，伊会当规个压起来，迄阵就变日全食。但日全食是地球顶缘部分的区域会当看到尔，其他的所在就看到日偏食。日偏食哈，因为日偏食是安尼写哦，这个食你毋通写唔对哦，这个食是你毋通写轻食的食哦，这是食物的食哦。但日偏食，你莫动这种太阳不吃蔬菜水果哦，偏食没有营养就是看到一些的太阳而已这给讲日环食的时候，只有
少数区会看到，大部分区会看到日偏食。啊，日全食的时候也一样，但是不可能有同一个时间有日环食跟日全食，这道理列当了解哈。因为那是距离的问题。我如果这个时候是日环食，就只有日环食跟日偏食。啊，我如果这一次发生的是日全食，就只有日全食跟日偏食。美公五同时这一次发生又有日全食又有日环食，因为这跟距离有关系。这道的距离啊。你看到偏食跟环食是跟地球上的区域有关系。好，这里日食，来月食，月食就是伫遮，日头伫中。我本身就讲，你的月食会当用对这种形容的。你像讲你的台灯若是伫倒顶吼。咱一般你若正手的，咱拢下伫倒边是安怎？因为它袂熟的影子去照到。但是咱的灯光吼，专家有研究吼，你的台灯吼，你若下伫头壳顶顶吼，你的目睭会规着。所以上好你的台灯用立灯，啊下伫你的后壁照过来。啊你若右撇子吼，你要放在右后方，不要放在左后方。这样你的手的影子就不会照到你写的字。啊，的边左撇子就放在右后方，有没有放在正后方的？没有，被你的头挡到。放在正后方会出现什么？你的大头的影子就落在你的书上了。这个是月食，你知在？你的头就是地球，啊，迄个就是太阳，啊，迄个月亮，啊，所以你的册就看无啦，因为你的地球把太阳光挡住了。啊，你又看不到月亮，月亮就是你的书，同样的道理。但是问题是，咱地球大气层也折射太阳光，所以月食的时候，我像日食光不一定要看，它还是看到淡淡的红色，想让它变红色红月亮，因为红光最容易被折射。这也是为什么咱的夕阳都变这红色。它夕阳用红色的安尼，红光最容易被折射。那月食，月食有无月环食吼？有月全食、月偏食，啊，还有一种叫半影月食。半影月食发生的时阵吼，月亮整个都看得到，但是伊的光度会减弱，这是因为落到半影区。咱来讲，啥物叫本影区、半影区？因为咱刷来，咱来讲，今仔无时间啊，后礼拜来讲潮汐，咱今仔先讲到这。